今日放下掛書，不談寥年極空，不辨世事盈虧，以一介殘軀讀書人嘅本聲，好好述說我理解嘅國術。國術從不是廟堂高格嘅文字，不是江湖無聲嘅術數，不是托離煙火嘅空談，而是華夏先祖留給普通人安身靜心處世道子嘅一套生活法則。我自幼求說，先修理化理工，後研哲說人文。將年遭病痛纏身，下肢困如方寸輪椅，無法奔走行路，卻得以靜心關心，走遍世間400餘城，看人潮起落，觀天地消長，越發讀懂中華文化千年不絕。核心從來不是繁雜禮教，不是晦澀經文，而是易經開篇四字，簡易變易不易。讀懂這三義，便讀懂了全部國術。詩人說國術最大戶處，便是捨剪求繁，從旋避實。市面上太多人解讀國術，偏愛堆砌典故，深挖媚俗，放大命理，神化聖賢，把孔孟講成刻板禮教，把老張講成避世玄學，把易經講成占卜極空，把國術變成普通人看不懂、做不到、摸不住的高深說雲。我深耕易經半世紀，著書30餘部，主持電台國術時事節目半生，一貫主張宜活生活，國術入世，這是我一生自說宗旨。國術不讓前人，聲傳不驟衰亡。所有傳世經典，最終都要落地於三餐四季、人情往來、歷境順境、得失悲歡之中，先談何為山易。這是國術玩法之根，也是我一生修心底層邏輯。其一為不易，天地有不變之本性，人間有不變之底線。萬古不解，四海皆同。天道好生，此為不易；人心相散，此為不易；待人以誠，立身以正，處世以和，此為不易；日月輪轉，不會因人好惡更改；四季更迭，不會因人得失偏移；良知地轉，不會因人境遇變通。無論時代如何變遷，人心如何浮躁，事多如何動盪，少悌忠信慈悲包容正位，永遠是人立於天地之間不可刀砌的根基。我見過半生富貴一朝崩塌之人，就其根本並非怨事不至，而是丟砌不義本心，利欲熏心，失守底線。縱使精通萬般術數，也難負自身周全。其二為變易，世間萬事萬物，無一不變，無常即是常態。易經64卦，沒有一卦全吉，沒有一卦全凶，陰陽相生，禍福相依，瞬息流轉。連秀求說，我考入香港中文大學，雲理兼修，前路坦蕩。本以為人生前路順遂可期，不料壯年遠病，積歲受損，從此困如輪椅，步履終身受限。彼時我也情願對天命，困頓消沉，不知為何勤說上善，卻遭命運搓磨。而後被聞讀義，才豁然通透。天道從不會成全一成不變的人生，順境是饋贈，逆境是雕琢。高峰之後必下坡，低谷之中必轉機，這便是天地變易之規律。很多人一生痛苦，皆來自自戀不變。自戀風光永駐，自戀人情長久，自戀付出必有回報，自戀事事漸如旨意。自戀越深，內耗越重。老莊所言隨緣，孔孟所言通達，易經所言曲折避鬆，從來不是扭轉天命，而是接納變化，順勢而為。困境不必自怨，順境不必自拗，榮辱不驚，隨境遇調整本身，便是讀懂變易智慧。我身有殘疾，不能行走，
卻可以用眼觀山河，用心閱古今，以筆墨道世人，以說實解微茫。天地關上行路之問，便為我打開靜心悟道之窗。禍福本相依，世事無絕對，其三為展義，大道自展，還法歸一。這是國說最高境界，也是普通人最好修行。越高極嘅智慧，越樸素，越通透嘅人生，越簡單。後世餘生繁花禮教，方士神化易經，俗人複雜化修行，都是背離國術本源。孔子一生講說，核心不過忠恕二字；老子5000言，核心不過自然二字。萬千卦遊，核心不過守中二字。世人讀書說國說，總想食得萬全之法，總想參悟天地天機，殊不知管好自己嘅聲，修好自己嘅行，克制自己嘅語，善待身邊嘅人，便是頂極修行。這些年做學電台，接聽萬千聽眾心事，往來訪說，聽聞世人萬般煩惱。年青人焦慮前程，中年人困頓人情，老年人惶恐環境，眾生焦慮幻變，但病根只有一個：累星繁雜，越王過多，不肯守展義本性，總想向外索取，向外求，求怨事，求人脈，求財富，求旁人偏愛，終生疲憊。向內修，修身性，修包容，修克制，修安穩自得，終生自在。國說從來都是向內修行之說。我在香港電台主持清談節目數十載，每日接通兩岸三地聽眾來電，聽過無數一模一樣嘅困頓。有打拼半生嘅生意人，廠房經營多年，行情下行，便一身改辦公室風水，換財位擺件，耗費重金求符咒，卻不肯復盤經營短板，山大員工陳勝累月，最後依舊負債離場。有年青學子閉口節熱，日日不掛，自則掛上夾鬆，不肯沉下心，心更雪熱，總想着靠天機捷徑翻盤，最終一事無成。更有順從家庭夫妻，遇事不從本身包容高通體諒，反倒怪罪命格不合，宿相相沖，硬生生拆散多年情分。這便是當代人最大嘅國說誤區。捨本心，慎外目。我行丑雙江市井數十年，從上環老街的老字號茶鋪，到星界雙觀的宗族祠堂，從中環高爐自廠到市井平民家寨，看見真正有福之人，從不是命格最優、風水最好之人，而是身性最賤、品行最穩之人。老街茶鋪老闆經營半生不吃喝不抬價，體恤我界，善大鄰里，歷經數輪時局風浪，依舊安穩立身。雙肩長者不懂卦理術數，一生忠厚忍讓，顧家睦鄰，子孫和順，闔家安康。大道從來不在深山掛壇，就在市井一言一行之中。很多人誤讀易說，覺得三義之理太過樸素，不夠玄妙，不夠高深。殊不知聖玄刻意把道理寫淺，就是怕世人迷失浮華，忘了做人根本。再者，我想補充，世人常把佛家因果單獨剝離出國術體系，這也是一大偏頗。我言說儒釋道三家合一，一輩子自說觀點始終統一。儒養立身之氣，道養自愈之身，闊養悲憫之念，三家同源，終歸一心。很多人說儒過於剛強，凡事要強，凡事較真，不懂退讓，最後身心俱疲。說道過於消極，避事躺平，脫離邪引，逃避家庭與俗事擔當。說服過於節儉，自作祈福消災，自作功德福報，反而身生貪字。三家平衡才是完整國說心性。
佛家講慈悲，剛好補其儒道嘅棱角。慈悲不是孤客，是看透人性自私、事事無常之後，依然選擇寬厚待人。佛家講放下，不是放棄，是放下結連怨恨，放過他人，救贖自己。換美呼應已經變異之多，半生輪椅歲月，我不止一次身而靜坐，病痛欲谷難以安眠。是孔孟給我立身底氣，老莊給我釋懷底氣，闊揸給我包容底氣，山家相容，才熬過無數至暗時刻。再論儒道相容，這是中國人處世嘅雙面風骨，缺一不可。很多說人偏執一端，尊儒貶道，或係重蹈輕儒。我言說百家多年，始終認為儒為入世立身，道為出世養生。儒應對煙火人間，道安放破碎本身，二者共生，才是完整國學智慧，適配中國人一輩子嘅生存之道。儒家教我們入世做事，心懷溫柔，慷且謝任，守住分寸。孔子之道核心一人一字，輔以禮義信公寬。人不是泛濫心軟，不是無底線善良，而是心懷悲憫，有所為有所不為。我常如節目中講，現代人誤解儒家太深，誤把儒家當成歸向人性嘅枷鎖，覺得禮教抒發自由，中庸原法是故，實則不然。真正中庸，從來不是和稀泥、胡勒橙、討巧眾人。中庸者，喜怒哀樂為法為之中，法而遮中者為之何？中是本心安定，不偏激，不偏執，不極端。何是言行有道，不傷人，不自困，不逞強？現代人情緒失控，說話偏激，做事極端，愛恨極致，皆是偏離中庸之道。得意時狂妄自大，目中無人；失意時稍自偏激，否定自我。待人信者百般稱讚，待人利者百般詆毀。聲性不穩，言行失道，故而萬事難成。儒家教會世人身處俗世，要有三份擔當：對家庭狂始責任，少親睦親，善待枕邊之人，教養膝下子女，家學便是人生最大福報。對職場直視恭敬，守性篤行，不處不義之財，不交勢利之友，立身端正，行穩方能致遠。對世間保有赤影，見人難處懂包容，實人短處不客串，守住教養，留住善意。易經有言：積善之家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。此句不是封建福報，而是人際規律。善意是磁場，品行是氣源。心善就氣場溫潤，品行端正就人生牢闊。同時儒家講知命而非人命。孔子50而知天命，知天命不是躺平擺爛，不是放棄努力，而是認清天分，認清資源，認清天時，盡力而為，而後隨緣釋懷。很多人半生疲憊，在於妄圖離天而行，能力平平卻貪先幻狀，資源未至卻強行爭搶，最後透支新生，得不償失。盡人事聽天命，盡力不自練，深耕不長籌，便是儒者最好狀態。道教我們出世養心，接納缺陷，放過自己，順應自然。半生病痛，我最感恩老莊說雲，無數個困頓長夜，是道德經撫平我身心苦楚。老子言：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
自仁二字，是療愈一切痛苦的良藥。什麼是墮發自仁？允許一次發生，接納所有缺陷，允許事事不盡完美，允許人生薄涼多變，允許努力鑽時無果，允許自己平凡普通，允許人生留有遺憾。詩人大多痛苦源於抗拒互藏、抗拒離別、抗拒低谷、抗拒不公。可天地本就不全，日月尚有盈虧，山海尚有起伏，人間怎會萬事圓滿？莊子講逍遙，世人誤以為逍遙是走遍山海隨心所欲，放縱自我，實則大錯特錯。真正逍遙是心無掛礙，少思寡欲。人生之累，累如愛木；人生之苦，苦如灘玉。衣食知足，則肉身安穩；越王展辦，則心神清靜。我見過身家異門之人，夜夜失眠猜計，終日惶恐不安；也見過市井布衣之輩，粗茶淡飯，日日先安喜樂。貧富從不由外目定義，幸福只由內心界定。道家教會世人兩件事，一是守靜，一是示弱。致書極，守靜獨，患惡並作，胡以觀其父？世間萬事難常，嗟喜如先父賜座。遇事慌亂，言行急躁，必定步步出錯。靜聲觀護，沉聲三思，方能看破本質。人這生最強大的能力，從來不是爆發力，而是靜止力。落魄之時，不必匡爭躁動；犯法之時，不必張揚懷放。正能止損，正能生慧，正能等待時機回暖。這年解讀年卦，研判時局，我從不靠主觀臆斷，而是靜聲觀事，靜察人先。事變即法變，聲定即路定。上善若水，水利萬物而不爭。水自由，卻能穿實；人是弱，方能自保。好勝逞強，是禍端之源。鋒芒太露，遭人忌憚。年少自說，我恃才傲戶，辯論好型，說實過人，便清高自水。而後歷經病痛，人情冷暖，才讀懂不爭不是懦弱，是驕盡；不語不是無知，是通透。不與人辯是非，不與是爭輸贏，不與命論不公，藏鋒守拙，溫潤自持，便是道家附身智慧。儒道互補，方得圓滿。順境說儒家，精正向上，修身立義，不負時光，不負子身。逆境說道家，釋懷看淡，自愈自修，接納唔錯，放過自我。越世有風骨，出世有豁達，進退有道，方圓自在。便是國說修行，其次談心性修行。國說修到最後，修的就自控與自愈。我言義數十年，外界常稱我義說大家。常有人專程登門，付費籌卦，想運財運、運姻緣、運仕途、運避災之法。每此時，我都會自然想過，最好嘅風水是本仙，最好嘅卦象是平衡。命由己造，佛由心生。卦能預判趨勢，卻改不了品性；術能幫扶一時，卻渡不了自私之人。易經64卦，唯獨乾卦六爻皆吉。地山乾，高山藏於大地之下，有財不閃，有功不誅，謙卑溫和，萬事有福。縱觀人情世事，高傲自負者，縱使天資過人，終會眾叛親離；謙卑自持者，縱使身處低谷，終得貴人幫扶。賜潤從來不是天地賜予，而是一言一行積轉而嚟。善待人月中解風水，歡披十，隻吉日，向外求富，本末倒置。真正解怨之法，古書早已寫盡。簡單4件事，足以解命。第一，
管住口舌，是非自遠。禍從口出，言語是人一生最大風水。出言黑白，傷人自尊，日積月累，消耗自身福報。言語溫和，捍衛思考，寬厚待人，日積月累，聚攏人緣。君子立如言而敏如行，不多疑他人隱私，不評判他人選擇，不炫耀自身風光，不播怨生和疾苦，口藏善意，便是養福。第二，收斂脾氣，牢住福氣。怒氣為心火，發火先生己，而後傷人。一念親心企，百患障民楷。遇事發脾氣，解決不了問題，只會毀掉關係，消耗身心。蘇成第一關，便是降服己身，不是隱隱必摧，而是探透世事人性，明白眾生處境不同，認知不同。不必強求共情，不必強求認同，能包容就包容，不合就遠離，平和自持，心神安康。第三，節字越旺，知足常安。人生百病，皆因貪星。想有財富無整，想有人脈滿堂，想有時時讚優，想有長久風光，越旺無底，便是苦海無邊。衣食夠用即可。家人安康即可，身心安穩即可。守攀比，守現禪，專注自身生活，珍惜當下擁有，心無貪念，日日皆是好日子。第四，常懷敬畏，行事有道，敬畏天地，故而不欺暗室；敬畏法理，故而不越底線；敬畏因果，故而心存良善。人前自累，不算修行。人後升啱才是修行，無人看賤之時，依舊守住本心，不做苟且之事，不起害人之心，扶養無愧，自得心安。很多人說國說，自絕參護因果。我直白言之，因果從不是神明審判，而是行為庇護。你以溫柔待人，人便以溫柔回應。你以刻薄處世，便以疏離回饋；你勤勤深耕，自有收穫；你懶散懈怠，自有汪湖。一切境遇皆是自選，一切福報皆是自度。身處當下時代，更要讀懂時代國術，讀懂變局之中嘅處世之道。我半星主持時事節目，觀世界格局流轉，看世道人心經跌。近思年研判流年卦象，長言世道處於變革周期之中，直火為革，水火相沖，先舊經跌，幻象調整，大到時代時俗，小到個人生活，都會面臨取捨變動，重告別。當下世人焦慮累轉，內耗嚴重，三觀搖擺，家則浮躁。刻刻需要國學護本，安心穩住心神，立足本心。當下說國說，首要摒棄三大互吹。舊一，國術不是復古守舊，很多人誤以為國術就是仿古穿衣，照搬古禮，脫離現代生活，這是刻板偏見。國術是復國的文化，適配每一個時代。古人以國術修身持家，今人以國術化解內卷，修復情緒，經營人際，教養子女，穩住事業。不必照搬古法，不必拘泥形式，取其意，不守其誠，說以致用，便是傳承。其二，國術不是傳說迷信、占卜卦象，只是關事工序，而非解命神通。我早年撰史20年易經卦象，指錄卦象不揸評判，不當擊鬆，就是不願世人神化而說。卦象看大事，星性定結局。大事不利就低調守拙，率力則服；大事向好就沉穩發力，順勢前行。順勢而為，而非迷信天命。
這才是義說正道。其三，國說不是弱者心靈雞湯，國說從來不是教人逆來順受、落弱退讓。孔子亦有自我，老張亦有風骨，易經亦有抗爭。善良要有棱角，包容要有底線，以德播怨，前提是分清善惡；溫潤處世，前提是自保立身。對壞溫和，對累堅定，手可升，哭可己，有餘力再善待他人，這才是辯證國說。立足當下變局，宋世人是句國絕真言：半道浮沉餘生。第一，遇事守中，不走極端，事事黑白相容，人性善惡共生，沒有絕對好壞，沒有直至得失。得志之時留三分餘地，失意之時留幾分地次。心態居中，行為有道，無論世道如何動蕩，本身不亂，腳步不慌。第二，隨緣取捨，不念過往。人生所有離別、失去、落空，皆是時勢使然，不屬於自己嘅人愛，不必強融，以情過往嘅遺憾，不必折練，互原相數嘅人情，不必糾纏。君子之進退，懂取捨，放下過往，空出本心，方能接納來日新福。第三，好積自修，靜待天時。易經坤卦有言：地勢坤，尊子以厚德載物。天時未到之時，不必焦慮奔早，不必復造懷求。沉下心讀書，修身養品行全能力。品行厚重，方能承載福氣；底蘊充足，方能接住資源。時機未至，安心擇福；時機一到，從容而起。第十，煙火修行，即是大道，不必遁入山林才算修行，不必遠離人間才算悟道。好好豢養父母是孝道，真情善待摯友是善道，用心經營家庭是客道，踏實無聲立身是升道。一日三餐，人情往嚟，苦難波折，喜悅相逢，人間煙火處，皆是悟道時。誠摯暮年，回望一生，我唔長戰體魄，唔顯赫功名，半生坐如輪椅，看盡湘江潮起潮落，讀盡千古聖賢蘇卓，最終悟出聖言千言，典籍萬卷，終極道理不過寥寥數語。心要靜，心要勤，言要緩，尺要平，事來不虞，事過不亂，得失隨緣，自在隨心。說國說，不為博說事，不為閃鳩心，只為活得清醒通透、安穩自在。順境不驕，逆境不怨，平凡不悲，犯法不微。對得起天地良知，安頓好一子身心，守護好身邊至親，足矣。